仁愛和諧周知反欺凌小劇場。領物突然間喺班群組嗰度收到啲信息啊！喂，你哋知唔知道領物用完個廁所之後好污糟啊？上次都見佢去完廁所都冇洗手啊。係咯，見佢次次去廁所都去好耐。小息嘅時候，你啊都唔好坐咁近佢啦，佢好污糟噶。呢個時候，所有同學都搬走張凳，唔想同領物坐啊。但係花生仔就猶豫不決。我都係同大家搬遠嗰個位先，個個都咁樣講佢。我識嘅領物都唔係咁嘅人，我唔應該相信呢啲流言。喺2011年3月，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咗核洩漏事故，當時人心惶惶，好多人都擔心核洩漏會對健康造成威脅。對於點樣去保障身體健康，大家都有唔同嘅講法，而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服用碘鹽有助預防核輻射。好多市民都對呢一個謠言深信不疑，甚至叫親友一齊搶購食鹽添。其實呢一個講法並無科學根據，反而食咗過量嘅食鹽，仲有可能會損害身體健康添。但係即使政府點樣去澄清都好，都唔能夠平息市民盲目搶購食鹽呢一個現象。食鹽嘅價格仲一度出現咗幾何級嘅增長添啊！現在回想呢場風波，或者會令人覺得可笑。但係如果換個場景，假設班上出現關於某位同學嘅流言蜚語，同學又能唔能夠成為終止謠言嘅智者呢？能夠用理性同埋智慧去面對真相呢？其實面對謠言，我哋可以用3個不去應對。第一個不係不讚好、不分享。若果我哋讚好或者分享，其實變相都係助長散播，亦會讓有關流言進一步廣傳。第二個不係不附和，學生只要唔參與附和，散播流言者就唔會得到認同，從而令到件事唔會越演越烈，將負面影響減低。第三個不係不妄下判斷，流言其實都係失實嘅言論，我哋自己都要提升明辨是非嘅能力，切勿胡亂批評別人，以同理心考慮別人嘅感受。